啥物啦？哦，你讲豆腐啊无脚会行咯？啊，戆孙呢？也毋知影讲豆腐啊，就是伸一个揪一个，毋才会行。哦，阿公，啊是安怎伸安怎揪？哎呦，你若都问到遐清楚啦，也毋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，头前安尼伸去，也安尼揪一个，伸一个，揪一个，伸一个，安尼就是咧行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迄只豆腐啊，安怎会叫歌？迄只来豆腐啊，就是心来肠啊，腰来软，伊才会叫歌。迄只来土沙啦嘛是心来肠嘛腰来软，伊就袂叫歌。迄只来土沙啦，就是水咧壮，土咧软，伊才袂叫歌。迄只来流水过，敢无水咧壮，土咧软，伊哪会叫歌？哦，迄只来水家鼓，就是肚内大角，嘴内看，落雨天时跳出空口外，噏一个来个偷一个去，咿咿噏噏，稀稀嗦嗦，噏噏，毋才会叫歌。迄支洞箫安怎会叫歌？迄支来当箫，空内上介多，吹一个去，搁有流上讲车，毋才会叫歌。迄个来得比台，敢无空内上介多，伊若袂叫歌。迄个来得美态，就是师傅做，搁师傅教，做死死，教死死，伊才袂叫歌。迄个来得面床，敢无师傅做，师傅教，做死死，教死死，安怎会叫歌？迄个来得眠床，就是讲啊在困，无啊在困，困到3更半暝后，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，圆圆歪歪，生生甩甩，毋才会叫歌，毋才会叫歌。